阿公，你行路讓爬啊呢？俺叫冇食青菜係嘛？係啊，啲尋日冇食乜嘅青菜，俺家要嘗到一下，冇要緊。阿公，我食到青菜呢。人講人唔食青，行路偏從強，三餐都先肉，啲食三戒了。係啊，頭擺床頭聽人講，自家是唔曉得做。阿公，冇要緊，你先來兩份啊。青菜你裝訂了呢，只要3到5分鐘就做得咧。我今半夜做長秋，做得7隻了麼？阿公，請先將外套脫掉咯，地背個三秋唔使見起來，請將燒皮棍存落來，燒巴掌香熟，在兩份鴨嘅高長度唔好講話，也係做其他嘅動作哦。好咧，阿公，份鴨有一些偏高，注意一下哦。好，我老你用熱溫槍量一下體溫，36度半，真爽哦。什麼呢？